又搁有台铁的员工去互旅客攻击，这代志是发生伫咧昨半暝，一班区间车已经到终点站随风啊。不过，这乘客说是无愿意落车攻击站长，台铁是按算会协助这个站长来提告。另外，伫咧大甲站迄边，昨暗有乘客是占别人的位唔走，强制去互警方带落车。 穿蓝色衫的民众情绪真激动，伊甲台铁当地站长发生冲突，两人双双倒伫月台顶悬，其他车站人员赶紧去斗相共，佮通知警方来协助。该男子已先由列车长及站务人员合力带下车，因男子情绪不稳，经救护人员现场评估后，送往基隆长庚医院。 台铁表示，14半暝将近12点，区间车到终点站随风站了后，这民众毋但拒绝落车，佮涉嫌攻击台铁人员，造成站长受伤。台铁公司严厉谴责，会全力协助员工提告。台铁产业工会对台铁员工一直发生遭到攻击的事件，要求交通部长陈世凯按针对改善员工安全表态。我们必须要非常沉痛的要求台铁公司、要求交通部，应该要尽速 拿出增并保全以及其他多元的方式。主要站长遭受攻击，也有一个民众好亲像霸占其他乘客位，无愿意离开，佮甲警方警伫遐。前面2段坐到人家位置，然后都不肯起来。我没有不肯起来。 14暗时差不多8点，一个新自用火乘客为互人霸占，记录警察甲站务人员伫大甲火车站上车了解状况，暗过坐唔到火的民众无愿意离开，最后互地车长解除分散客约，佮互警方强制带落车。经列车长劝导不听，并告知运送契约规定后，予以解除运送契约。为该旅客不愿下车，原警方配合站务人员，请该旅客于大甲车站下车。 台中火车站摇状况15早起差不多10点半，一个差不多70岁妇人不明原因为月台落落铁轨路，一个自强号大进站，虽然紧急打倒啊，暗过妇人依然被困在车底，消防队到场将人救出，暗过妇人骨盆粉碎性骨折，经过急救送到后备房观察，目前依然有生命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